只要努力，梦想就会成真。对，过。用力啊，妈，你用力。加油的！我那里爆破，现在也爆破。你们两个是南山高中毕业的，现在在新民大学打球。是那个这个吗？这个。哥吉拉。哥吉拉。超丑的。哥吉童。都已经长这样可怜了。你的磁场不太好。鹰眼。剧组有人很灵通哦。继续努力哦，以后常常见。因为那个笔比较粗。慢慢写就好哦，写完包包不要太早收走哦 ，hold 一下哦，好。And action。当初是因为女孩2有海选，然后她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，因为她刚好那时候退休了。剧组的要求就是希望可以打过甲组还有职业赛的比赛的经历跟需求，她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符合。身边的朋友有非常推荐她去试镜嘛，她就问我说她适不适任这件事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她讲说投就对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尝试踏出新的不同的领域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尝试这件事情。接球。一样走前，走后，再挡一个，跑！怎样啊？我刚才跟他说我要讲这个，长高什么用，然后我还要踮脚，长高什么用？跑！你真的已经很棒了。Jason，你说运动视频接班人，莫商业费用迄做得各讲各价，有拄唔对哦。那董眼迪啊。他是那个安心，很安心的安心，然后那个啊，安心啊，好的。送大送啊！时猛时练不教练。猜球员唔好了去哦。我爱你，你的。要么就董老师咯，正经董老师咯，韩国我正经董夫人做的工业。还好，我们那天很开心的，看起来很开心的哈。学姐，我是蔡乔云，我有什么？然后是杰森哥